会相肉。所以影仪嘞，我过来帮菜。阮翕相。这是一个句子吗？只要故事有通就好了。现在最高的是善如跟小颖，他们哎呦2分。この番組は双子星351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应宇跟怡轩都是5分。哇，鸡皮。好，开始。我昨开去了，做一个梦到我甲伊先做伙去食刮茶饭，还佫有肉面，毋过伊袂当食薰啊，所以去假婚，毋是哦，假婚是抽烟，迄个是啥物？假抽。伊袂当食粗，迄个银鱼甲紫米倒来斗相共食。和影仪去那样子，之后我家己去古北走。我拄着交因讲好要做伙去看威一个演讲，看完了后，我巴肚枵，甲伊做伙去食小午菜。结束。我甲银鱼去食小午菜。小午菜，了后我嘛是足枵的，我搁招银鱼甲紫米去食牛肉面，食了阮去嘿，安平安平踅踅，搁食虾饼。我最枵。先如去床啊，因为伊梦甲巴肚枵，伊去床的时阵已经透中昼，哦。伊开车去买中昼饭，看到伊路去吃腊饭，你在讲啥？你好不起来！我说他看到美女要看老婆。我们上下几分？最高的是小颖跟善如，他们总共是9分，然后再来是怡轩跟应宇是8分。宜先赢8分，你在胡乱什么？你去分你要输了，姐姐。就是我今仔日有一个比赛，有一个比赛是飙车的比赛，伫个迄个衣裤，是医生找我去耍的，阮就第1名。所以咧，个奖品，嘿，奖品是一碗有肉面。我告诉我，我和影仪去，忘记了，你不要跟我说我办医书。去参加哎，不行啊，我要让他输，我不能一直提示他。巴拉巴的翕书，哎，不准提示。之后去什么耍？好的，哈罗公主，好，去自己怎么念？谁骑呀？哎，我记忆力不太好。等一下，这不给过吧？这不给过吧？你知道旁边外面那个小老师一直谁骑呀？这个是安娜公主。哎，这不给过好吧？难哦。我甲交因做伙去参加有人办的喜事，内底阮拄着夜石头，因为我拄则食饭肚，食伤济，巴肚就疼，所以我去哭本寿。水，等一下，亚九涛还在是吗？他没有。对，我怎么看到？你故事。我甲紫米去食早到饭店的时阵，拄着塞车，拄着红通的图，阮感觉足水的。我甲善如排队去洗车啊，了后去拿凉厝，好简单哦。等一下，你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啊，高云跟沈如10分，
然后现在第2名是我嘛接下来，是你们3个都是同样的是8分。我跟他们同分，哦，你9分，然后他们8分。我明明就是9分在那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从沈如。我会到去飙车，拄着赛车，啊，伫个伊坑，啊有看到有我味的厝，啊，搁有看到天惠小我的厝，医生，医生算吗？医生算吗？好啦，让他人民也上，人民也上。甲医生去的那两厝啊，翕相排队啊，无啊。好，那沈如是10个，他刚刚讲了10个单字，讲10个，哇塞，新北人的骄傲。现在换表演，开始。我今仔日来台南佚佗，我拄着黄伟吉、野石头，毋通因拢是台南足有名的人。我咧台南火车站看到圆环有人咧遐飙车饲喇叭，我搁有食牛肉味虾饼。酸菜饼，透中昼的时阵，我甲因伊去双环点嘛排队翕相。好啦，我巴肚足痛，我去扶便所。好，就这样。哇塞，2位真是新北的骄傲，新北骄傲。那总共我们刚刚总结是沈如是几个10个。然后高云是14个。哦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就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